家中有3年，她是女工，真是把家计斗。生儿下不都飞上面，塞在后身，与不实言。老爷呀，相思情，只都一妇女，终不觉来呀！我家追梦以来的，你都放错了我。这区区小事，何足道哉？区区小事啊！你一让毛病送得起，叫我写下来，才是芝麻举那个。你在心里懂得两只脚冰上瘾，芝麻拿那两只脚捂了自家的胸口的，整整3年呀！你是个不良心啊！你给人光几壶水啊！你都放错了我。你是梁山大兵都外接，他是只当一塞，把药汤在裤头盖上，高长腿牛在羊水12年，这也是区区小事么？王忠，这乃是青楼女子的虚情假意呀！可中有哪不能讲的是青楼女子虚情假意？你早已知晓追梦乃是一个青楼女子，那么当初你何必要与她做夫妻呢？这哪里是什么夫妻呢？老爷只不过是逢人作戏罢了。中上夫妻是逢人作戏呀，哪不能讲得出个？老爷呀，你可记得你曾经改考之时，你对追梦讲述什么啊？上帝却被一句，你是绝不够啊！追梦恩的大水天，你当初辰光哪讲个？我不会忘记那个，不管中不中，我才要回转来的那棒队个。我忘快假使忘记他呢，我今生今世永不超生。你一张得知把良心比，你把义德的妇人呸不必，你把
岁之叶头的夫人，抛皮不比，你的良心何在哪？